这个喙暗那也是无够用，要安怎才好咧？台北市双恒国小特别伫开学第一节的美劳课，教小朋友来做喙暗的布套。真侪学生囡仔是头一届用这个尖车摕这个挖刀，虽然无介顺，但是会当挂家己亲手所做的喙暗套，拢真有成就感。先把它对折，对折以后用熨斗烫。今仔这个美劳课真实用，因为老师要教囡仔做布的喙暗套。头一摆用挖斗无啥会晓，头一摆用这个裁缝车啊，更较困难。没有线。看到这块布，这个十步囡仔唔知要安怎较好，边啊这个小老师甲老母共款，带因咧一步啊一步伫做。好像这个口罩都是你在帮他做的，是不是？自己做。真无简单完成啊！我觉得很难。当然，哪边最难？缝，用那个裁缝车。亲手做的布暗套啊，伊感觉真有成就感。在家可能会再买材料来做吧。做给谁？做给我家人吧，就是我阿公阿嬷之类的。真正是乖孙，为了这节美劳课，老师是为寒假疫情开始就规划啊。有口罩套的话，就可以让我们的口罩可以让它延长它的寿命。那口罩套就是要每天换洗。志工家长嘛赞助裁缝车啊，伫疫情期间，互囡仔体会喙暗的珍贵，甲一点一线亲手做的趣味。